另外，这方面，搁来欣赏高雄艺大迎接2020年做规台湾上届大规模无人机的电火表演，甲半空中当作是画布同款，内底有2D、嘛有3D 的图，会当讲是千变万化。另外，搁有规台湾上届长秒数的烟火，隆重放直径12寸的日本笑玉烟花，会当讲是场面有够大，含这电火斗图做伙甲斗大，陪民众大家做伙来看。新年快乐！闪烁的灯光加上真水的烟火，高雄艺大看年场真有气势。头尾999秒，烟火放的时间全台湾上久，还有12寸宽的日本笑玉烟火，实在足精彩的。高空烟火，互规个天顶光片片，嘛，互人看甲目睭唔甘腻。今年头一届杀出来无人机器的表演，一声就出动400台，表现的是浪漫地区的风格。不管是爱心造型热气球，还是弓箭大型的高仔灯，特别是伫天顶开 party 同款。没有错，是我们高雄市的吉祥物。迎接2020，高雄期待甲天顶当作画布，摆各种七彩造型出来，嘛，互高雄的民众嗨甲变过，记者综合报道。